您是否曾看住健检报告，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为什么明明已经很努力做对每件事，肾功能指标却还是持续恶化？您遵守了所有规则，戒掉红肉，避开高盐食物，把早晨的咖啡换成了开水，甚至放弃了许多最爱的料理。然而，数据不会说谎，肌酸酐 creatinine 持续攀升，肾丝球过滤 GFR 却不断下降。无论您多么小心地控制饮食，肾脏似乎仍不顾退守。这种感觉很不公平，对吧？仿佛您因为努力做正确的事而受到了惩罚。但这里有一个大多数医师从未告诉您的真相。对于数百万人来说，肾功能衰退并非始于坏习惯或药物问题，而是从早餐开始的。您一天的第一餐可能在您还没开始晨间行程前，就已经悄悄地让肾脏负荷过重。那一碗看似无害的麦片或健康的奶昔，可能就是导致您健检结果持续恶化的隐形杀手。一旦这种每日压力累积起来，肾脏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恢复，甚至永远无法康复。每一天这简单的错误，正让成千上万人在没有任何疼痛或预兆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洗肾。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内容对您的健康至关重要。我是肾脏科陈医师，我将向您展示如何在为时已晚之前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您将学习到5种简单的早餐与4个强大的晨间习惯。这些方法经科学证明能减轻发炎、稳定肌酸酐，并自然地保护您的肾脏。这些不是昂贵的营养补充品或稀有的超级食物，而是能让您的肾脏重获生机的日常选择。请跟着我一起了解，因为接下来您所发现的事实可能会永远改变您的健康。第一种能悄悄扭转肾功能数据的早餐，看起来可能简单到让人觉得不值的外表下，隐藏住我见过最强大且有科学实证的组合。67岁的退休族王先生，几个月来一直看住自己的肌酸酐升高，他戒了红肉和盐，甚至戒掉了早晨的咖啡，但都没用。转机出现在营养师建议他尝试一项非常平凡的食物，一碗撒上蓝莓与其亚籽的刚切燕麦 stewtata oats。短短12周内，他的检验数据开始稳定了。为什么呢？因为刚切燕麦消化缓慢，能平稳释放血糖，减少会增加肾脏负担的含氮废物堆积。燕麦富含水溶性纤维，能滋养肠道益生菌，建立肾脏科医师所说的长肾轴 （Good Kidney Axis）。这是一条在毒素到达肾脏过滤器之前就能降低毒素水平的通道。蓝莓则提供了花青素。哈佛大学的研究证实，这种抗氧化剂能减少高达28%的氧化压力与发炎。奇亚籽则以 Omega-3 脂肪酸和具备保水能力的凝胶纤维完成了这个黄金三角。结果就是这份早餐让您的肾脏整天都能轻松呼吸。但说实话，光知道这一餐是不够的，因为下一种早餐设计了一些对肾脏来说更棘手、更危险的因素。如果第一餐是让肾脏得到缓解，那么第二餐就是在测试您的晨间蛋白质究竟是在帮助您，还是在悄悄伤害您。住在台中的62岁林大姐一直以为自己吃得很清淡，每天早上她都会做一份加了奶油和起司的炒蛋，并为这种农场风格的早餐感到自豪。但她的肌酸酐却持续上升，她完全无法理解原因。隐藏的问题不在鸡蛋本身，而在随之而来的负担磷和胆固醇，从第一口开始就让她的肾脏过度工作。当他改吃纯蛋白，并搭配色彩缤纷的蔬菜和橄榄油烹调后，一切都改变了。几周内，
它的水肿减轻了，检验数据趋于平稳，体力也恢复了。科学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蛋白提供了完整且高品质的蛋白质，却没有蛋黄中的磷复合。洋葱含有能排毒的硫化物，红椒带来保护肾脏组织的抗氧化剂，高丽菜则能在不增加钾负担的情况下提供水分，甚至连烹饪用油都很关键。橄榄油中的多酚能改善血液循环，减轻与肾损伤相关的血管压力。这道早餐快速，有饱足感且具保护力，是美味与科学的完美结合。但正如林大姐所体会到的，并不是每个人每天早上都有时间下厨。这就是为什么下一个选项2分钟肾脏安全奶昔改变了一切。因为如果做的不对，方便可能与过量一样危险。有时候生活节奏太快，根本没时间做饭，而这正是最严重的肾脏错误发生之时。70岁的退休工程师张先生自认晨间习惯很健康，他每天都会打一杯浓稠的香蕉奶昔搭配高蛋白粉，深信这是完美的能量来源。但几个月过去，他的肌酸酐却不断攀升，隐藏的元凶是香蕉带来的钾过载以及高蛋白粉中的磷酸盐添加剂，两者都在默地损害肾脏。当张先生改用无糖杏仁奶、蓝莓红葡萄和伊氏奇亚籽或亚麻仁籽重新调配奶昔后，他的数据终于稳定了。成功的关键在于杏仁奶天然低钾低磷，能让肾脏得到休息；蓝莓和葡萄提供花青素与白藜芦醇，多项研究证实这能降低高达25%的氧化压力。奇亚籽的水溶性纤维能减缓消化并平衡血糖，甚至连质地都有影响。奇亚籽产生的天然凝胶有助于维持水分平，而不会加重系统负担。这杯2分钟早餐成了张先生的每日救星，既快速、实用又符合科学。不过，单靠流质食物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下一种早餐带来了温暖、古老且对肾脏保护力惊人的惊喜。这就是故事出现意想不到转折的地方，也是大多数人从未听过的部分。对于那些渴望在早晨享用温暖且饱足感十足的食物的人来说，古老谷物可能是您的肾脏一直期待的秘密。65岁的退休教师吴老师曾每天以糙米粥开启一天，认为这是更健康的选择。但他的检验报告却呈现另一种结果：糙米富含磷，这种矿物质会悄悄累积，迫使肾脏超时工作。当吴老师换成荞麦 buckwheat 和布格麦 booger， 一切都改观了。这些古老谷物天然低磷且富含水溶性纤维，能在毒素到达肾脏前就在肠道中将其结合。根据《肾脏营养学杂志》的研究，高纤维饮食能降低高达30%的血液尿毒素，减轻肾脏的日常负荷。荞麦还提供镁和植物性蛋白质，以维持稳定体力，而布格麦则缓慢释放葡萄糖，保持血糖和过滤压力平衡。最棒的是，您可以随意客制化，加入苹果丁或蔓越莓增加甜味，或是加入炒高丽菜与白花椰菜，打造咸味的地中海氛围。每一口都让人感到疗愈，其背后的科学原理也非常强大。然而，即便有了完美的早餐，有些关键因素仍然缺失。因为您喝什么、怎么吃，以及随后的习惯，可能决定了您的肾脏是会康复还是继续苦苦挣扎。并非每一份修复肾脏的早餐都需要开火，有时候最简单的选择能带来最大的缓解。总是赶住出门的护理师雅婷，过去每天早上都会抓一根标榜健康的能量棒，这看似无害，
直到它的肌酸酐月、负一月的升高。隐藏的钠、磷防腐剂和人工甜味剂正在悄悄破坏它的肾脏。它的转机始于将快速零食换成植物性优格百惠、扒费，分层铺上水果和燕麦。无糖的杏仁或椰子优格低磷，且不含会增加过滤负担的激素。新鲜苹果含有果胶，能在毒素进入血液前将其结合。草莓富含维生素 C、核多酚，能保护脆弱的肾脏组织，而凤梨则提供凤梨酵素，这种酵素能减轻发炎并帮助蛋白质消化。燕麦也扮演重要角色，其缓释纤维能平衡血糖并防止氧化压力。这份餐点准备时间不到2分钟，却能提供数小时的持续能量与水分。因为方便携带，雅婷可以带住它上班，每天保持一致。这种一致性正是将微小习惯转化为肾脏康复的关键。但光了解食物是不够的，因为当您的早晨将正确的饮食与正确的仪式结合时，真正的转变才会开始。饮食奠定了基础，但习惯决定了结果。如果您早晨的日常行程向身体发出了错误讯号，即使是最保护肾脏的早餐也会失去效力。事实是，您起床后第1个小时的所作所为，若不是在修复肾脏，就是在悄悄抵消您所有的努力。让我们揭晓能带来改变的4个晨间仪式。第一个是最强大的晨间仪式，非常简单，就是补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这么多人做错了。经过6、7个小时的睡眠，您的身体处于轻微脱水状态，肾脏一醒来就在超时工作，血液变得更浓稠，毒素浓度更高，过滤系统在一天还没开始前就在挣扎。大多数人甚至让情况恶化，一醒来就喝咖啡或茶，迫使肾脏去处理咖啡因的轻微利尿作用，而非享受水分的修复流动。60多岁的病患王大爷过去每天早上都感到疲惫且脑袋昏沉，他以为这只是老化的现象。但自从他开始在起床后的10分钟内喝一杯约300毫升前进的常温水后，一切都改变了。他的水肿减轻了，血压变稳定了，肌酸酐也在1个月内明显下降。科学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根据《肾脏学杂志》的研究，正确的补水能增加肾脏血流量达22%，帮助肾脏更有效地排出废物，并调节电解质。诀窍在于缓慢且温和地开始，避免冰水刺激身体，并跳过含有化学钠或甜味剂的风味粉。如果您喜欢，可以加一点柠檬汁，但简单永远是最好的。您可以把它想象成对整个过滤系统的晨间冲洗，或是肾脏的重启按钮。但即便喝对了水，也不代表您就安全了。因为许多人接下来在健康早餐中添加的东西，可能会悄悄毁掉所有的进步，而这源于一个大多数人每天都会忽略的隐藏成分。第2个晨间仪式与控奶意识有关。即使在烹饪健康的早餐时，人们也常忘记盐分隐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盒装麦片、全麦面包、坚果酱，甚至所谓的护心抹酱，这些微小的早晨选择可能会在上午9点前就让您的肾脏充满过剩的钠，引发水肿、血压飙升以及过滤系统不必要的负担。以退休药剂师谢女士为例，她自认吃得很前进。她的早餐通常是全谷物吐司配一片低脂起司，但在血检显示持续水肿和肌酸酐升高后，我们追溯到问题出在早餐中隐藏的钠。午餐前就摄取了超过800毫克。当它换成在原味燕麦上抹无盐杏仁酱，并用新鲜酪梨或苹果片取代加工抹酱后，
它的指标在6周内得到了改善，科学证实了有效性。根据2024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每天摄取量控制在1500毫克以下的成人，其肾脏相关压力指标下降了近30%。关键在于正念，检查标签，避开低钠陷阱，改用香草或将黄调为。当您的早晨平静且不发炎地开始时，您的肾脏就会蓬勃发展。第3个晨间仪式可能会让您惊讶，因为它与食物或饮料无关，而是关于您如何吃。大多数人醒来后抓了早餐就开始滑手机，心思被新闻或通知分散。他们没意识到这种匆忙与精神混乱会在消化开始前就触发身体的压力反应。当您的心灵紧张时，胃部产生的消化酶会减少，减缓营养吸收并产生更多代谢废物。而这些废物必须由您的肾脏过滤。退休教师罗太太在经历多年的疲惫与胀气后发现了这一点，她开始练习正念饮食，安静地做出深呼吸，并专注于每一口食物。2周内，她的消化改善了，血压稳定了，实验室数据显示发炎指标下降了。这不是魔术，而是生物学。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发现，正念饮食能降低20%的痔醇、压力荷尔蒙水平，并提高代谢效率。这意味着传递到肾脏的毒素减少了。技巧很简单，坐下来，关掉干扰，细嚼慢咽，至少花10分钟。吃完早餐，在一天开始前让身体感到平静。这就像是在向您的肾脏发送和平而非压力的讯息。第4个晨间仪式听起来很简单，却是将意识转化为实际进展的关键。进度追踪。您的肾脏不会说话，但您的日常笔记可以成为他们的声音。透过记录您吃了什么，感觉如何，甚至是身体微小的变化，如水肿、疲劳或泡泡尿，您会开始看到医师可能会忽略的模式。68岁的退休会计师郭先生一直很疑惑，为什么他的肌酸酐每隔几周就会飙升。当他开始记录饮食后，发现了一个明确的关联，每次飙升都发生在他没喝水且在吐司上抹了鲜抹酱的早晨。调整之后，他的数据在2个月内稳定了。这种个人数据比任何药物调整都更有利。2023年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发现，记录饮食与补水状况的病患，其肾功能稳定性比未记录者提高了32%。过程很简单，使用小笔记本或手机应用程式记下您的早餐、体能水平和症状。久而久之，您会了解哪些食物能给您能量，哪些会消耗您。这不是为了追求完美，而是为了辨识模式。当您开始追踪，您就掌握了主控权。当您了解自己的身体，您就给了肾脏康复的机会。监控您的选择并非终点，因为真正决定肾脏未来的，不在于今天生了什么，而在于从现在起您每天早晨的选择。如果您的肾脏数据一直升高，且让您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没用，请深呼吸，因为您并非无能为力。每一个新的日出都给了您另一个机会，向您的肾脏传递正确的讯息。这不是为了完美或购买昂贵的补品，而是关于微小且持续的步伐。以前进的补水开始您的早晨，降低钠摄取，用轻地进餐，并关注身体的反应。这些习惯日复一日的重复，就能建立启动力。它们给了您的肾脏渴望已久的休息，帮助肌酸酐稳定，
让体力慢慢恢复。您理应感受到这种进步，您理应拥有一个以平静而非恐惧开启的早晨。如果您觉得这些资讯对您有帮助，请不要让这些知识流失。您可以保存这些建议，以便在需要提醒或激励时能随时回顾。我也会持续分享最新的医疗洞察、实用的营养策略，以及经证时能保护肾脏的方法。我的目标是帮助每一位关心健康的朋友保持知情、充满信心，并掌控自己的健康。请记住，肾功能衰退不一定是一条单行道，您有权利改变它的方向。一顿早餐，一杯水，一个用心的早晨，一次一步。您今天的选择可以塑造未来的岁月，所以请保持耐心，持之以恒，永远不要失去希望。您的肾脏虽然沉默，但它们听得见您做的每一个选择。在正确的呵护下，它们能让您在未来的岁月里保持强健、独立且充满活力。